台南市府立卫星电视台董事长李安忠因为长期甲中华道教丹心祖先会合作，一方面宣讲道教的文化，另外嘛帮助弱势，为了扩大媒体社会责任，加关怀弱势的层面。13号上午，接到台中电视台办公室来设立丹心慈善会台南分会。咱这个分会吼，这个爱心会是咱这个李道长吼，伊这个爱心感动咱啦，吼，伊的这个理念吼。所以讲呢，咱这电视媒体应该善尽媒体责任去照顾边缘人，抛砖引玉啦，抛砖引玉，互社会呢加一份的爱，互咱这低收入的边缘人会当讲，过着咱的更较好的生活。非常荣幸哈，因为咱这个道教嘛是强调我们要慈善，要推广善良风俗哈。那因为咱董事长，咱这个富力电视台呢，边关需要的讲在关怀弱势，那关怀一些学生，所以他们已经在常常做这种慈善的事业。那么今天呢，我们刚好有这个因缘呐，那我们富力董事长呢，当仁不让。他提供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场所，让我们因为这是全国的频道，我们希望把我们的理念、爱心传播出去，所以非常感谢董事长给我们这个机会。那我们今天呢，就选择在我们富力店成立台南联络处。现场出席的贵宾包括议长郭信良、立委陈廷辉、加议员陈怡珍，另外还有北区的区长李煌新、加新公里的里长。对着电视台设立慈善会，议长郭信良甲立委陈廷辉嘛表示肯定。希望这个活动能够让大家感觉到社会有温暖，处处有爱心，让大家有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多多为关怀这个社会，让一些社会边缘人或者这低收入人家呢感觉到社会有一点，他这个有所成就或有所改善，他也会回归到这个平凡不息。这叫温和而且热烈的社会。丹心慈善会台南分会，在今天除了我们有揭牌的仪式以外，揭匾的仪式以外，上重要是咱对着咱成功里，我们所有好处边啦而且真正可以关心到每一位好朋友的一个角度，那来做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举办，然后非常的感谢。现场除了举行揭牌仪式，慈善会嘛配合春季的送爱活动，总共捐赠69份的明星物资，给当地寄收家庭，以及每户2000块的红包，希望小处抛砖引玉，未来将持续扩大办理。台南新闻认真采访报道。谢谢。